镜头个等下咱国来关心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因为牵涉诈领助理费和检方起诉，高虹安有话冤枉，伊嘛批评北检办案是真老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开始就声援高虹安，也毋过传出讲伊无大声和好友记参详。基层即马就较烦恼讲，安尼敢会互解脱是国民党咧支持郭文哲。朱立伦是强调毋免想伤济，朋友是愈济愈好。 支持者加油，唔敢改蓝调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涉诈领助理费案，14号检方以贪污罪起诉，那替家己话冤枉，也批评检方办案老草。 蛮难过的，北检的起诉的过程，我希望说还是要看证据办案，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像在瞧案子一样，甚至透过媒体这样子带风向，一直在好像用一种恐吓的语气，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第一时间送温暖话加油，说谈出事情无沟通好友谊甲检办引起基层忧心，这个举动可能帮助郭文哲的声势。 这个标准呢是存心制造这个对立见缝插针。难道我们要对于同为在野联盟或者是同为在野阵营的这些朋友要落井下石吗？民进党放着很多的弊案，尤其像立电的弊案这么大的案子都不办。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相信司法会还给 当事人一个公道。朱立伦阁话声在亚大联名，强调朋友愈济愈好，敌人愈少愈好。和总统大选拿白合，有完充满想的空间。那地方行行是各自拍拼，过去也是国民党员的。张文丽最近加入民众党，得到顶调参选高雄市第1选区，挑战民进党现任地位区议员。 高雄市长部的热情的邀请，还有柯主席就是告诉我说，你就全力的为高雄市而选，而不是为民众党，而不是为柯文哲他本人。像这样子的鼓励，让我非常的感动。民众党顶调郭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友仪、张芬丽两位女将挑战立委，两人拢有国民党背景，国民党伫这2个选区拢还未提名。记者综合报道。